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的1月4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0篇，箴言第3章第1节到12节，雅各书第4章11节到17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不要自夸。最近教会在做最后的整理，发现有许多的人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木头的工作，接触到木窗、木门，不但透过这样的服事有机会来了解古时候那种木头擦损的这种构造，也有机会来分辨台湾块木或是一般木头柳安木的这个不同。也有机会去学习拆除那种锈烂掉的铁钉这个玻璃拆解玻璃压条以及拆除这个擦损的木头的门窗。虽然大多数的兄姐都是第一次接触这一类的木头制品，但即便是很内行的兄姐，也没有很骄傲，很愿意分享。重点是能够一起同心合意的服侍上帝的教会。就算很会、很内行的，也不需要太骄傲了因为那只不过是在人生的许多事情当中的一项而已，一小项。是众多的恩赐当中的一点点而已，可能是非常的厉害，有特殊的恩赐，但也都不需要骄傲，因为我们的恩赐其实就是上帝从天上赐给我们的礼物。所罗门王智慧之言，箴言第3章第1节到12节这样说道：给年轻人的忠告，年轻人不要忘了我的教导，要时时记住我给你的指示。我的教导会使你四季平安，延年益寿。你不可离弃忠诚信实，要把它们挂在脖子上，写在心坎里。你这样做，上帝和人都会喜欢你。要专心信赖上主，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以上主的旨意为依归，他就会指示你走正路。不要自作聪明，只要敬畏上主，拒绝作恶。这样做等于得到了良药，能够医治你的创伤，止住你的疼痛。你要用田地的最好产品献给上主，表示对他的尊崇。你这样做，你的仓库就会充满谷物，新酒盈溢，储藏不下。年轻人不可轻忽上主的管教，不可忽略他的警戒。上主管教他所爱的人，正像父亲管教他的娇儿。要专心的信靠主上帝，要接受上帝的管教，因为接受管教的人就是谦卑不骄傲的。所以要专心的信靠主不要靠自己的恩赐和聪明。而且就基督信仰来说，无论做什么事情，上帝都会因为我们的忠心来欢喜。要懂得抓住上帝所赐的那个良药，因为上帝所赐的良药能够医治我们，并且帮助我们止住疼痛。基督徒不应该靠自己应该要靠耶稣基督。
我们靠自己的时候呢，常常会失败，所以我们不能靠自己，我们不能骄傲，反倒要谦卑服侍上帝以及他的教会，也不要随意的批判别人，不要去论断，不要骄傲。这是基督徒应该有的特质。然后雅各书第4章11节到12节告诉我们，不应当彼此的批判。经文的标题写说，不要评断，弟兄姐妹们，不要互相批评。谁批评或是评断弟兄姐妹，就是批评和评断摩西的法律。如果你评断法律，你就不是服从法律，而是评断它。只有上帝是立法者、审判者，只有他能够拯救，能毁灭。你是谁，竟敢评断你的邻人？是的，我们是谁，竟然可以批判、论断别人呢？基督徒需要上帝的保守、帮助，怎么能够骄傲地批判别人呢？雅各书更进一步的提醒我们说，不要自夸。有人说，今天或是明天我们要到某某城去，在那里住1年，做生意，赚大钱。可是听我说，你们连明天还活着没有都不晓得，你们不过像一层雾，出现一会儿就不见了。你们应该这样说，如果主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或做这事，或做那事。可是你们竟然那么骄傲自大，这样的骄傲全是邪恶的。所以如果有人知道应当行善而不去行，就是犯罪。自夸不是基督徒应当有的本质，因为基督徒应当要行善的。骄傲、自夸，这不是行善的特质，甚至是对人具有攻击性的。这是雅各书给我们基督徒的信仰见证重要的一个提醒。基督徒的本质应当就是要使人得益处，使上帝的名得荣耀。这都不是自夸，或是说去批判别人所展现出来的特质。但是批判别人似乎是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我们经常会看不惯别人的做事方式啊，然后就很轻易的出言批评了、论断了。这其实是骄傲的品格啦。最近在教会的一个整理的当中，牧师也会犯这样的问题。在事情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时候，看到的一些事情就指点凶结说，哎呀，这样不对，那样不行，就好像自己很厉害的样子啊。但是感到非常抱歉，应该要好好的反省，求主赦免。那我们呢，能够一起来努力。诗篇110篇，上主和他所选立的王。上主对我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屈服在你的脚下。上主要从锡安伸展你的王权。
他说：“你要管辖你的仇敌，你跟仇敌作战的时候，你的人民会自愿从军。你的年轻人像清晨的甘露，要到圣山来就近你。上主发誓，绝不改变心意。你要依照麦基洗德一系，永远做祭司。主在你的右边，他发怒的时候要痛击列王，他要审判万国，使战场上堆满尸首。他要打败地上各国的君王，我的王要喝路旁的溪水，能力充沛，制服仇敌。恳求主赐给我们谦卑的心志，让我们能够谦卑，不轻易的批评论断别人，愿与人同心合意的服侍上帝。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